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超微半导体公司的执行长苏姿丰来台湾的行程是真保密。上新的一个行程，就是早起甲超微的员工发表演讲。啊，员工讲苏姿丰甲因讲真济鼓励话。红色的识别证顶管大大写 AMD， 因拢是超微员工，都听阮大头家，也就是半导体女王执行长苏姿丰的演说。苏姿丰18号早上10点就在雅悦会馆举行演说，而根据了解，大约有500到600名的超微员工都从这里进入里面聆听。而根据记者在现场的观察，里头不断传出了满满的掌声。超微员工甲阮讲，公司有下封口令，所以袂当接受正式的采访。也毋过员工私底下透露。苏姿丰伫咧演讲的时阵，讲真济鼓励员工的话。伫咧这个行程了后，外界估计苏姿丰明仔载会参访南科的台积电，下晡会伫咧台北某一间5星级的酒店参加 AMD Innovation Day。放声讲，广达、伟创、和硕、金宝、营业达的 CEO 拢是贵宾。20号会参加阳明交大红 ND 的名誉博士学位典礼。Can we have a short interview? 事实上，苏姿丰咧访问台湾进前，行程就互人真料想未到，因为伊的班机毋是为超微的总部加州起飞，是为德州出发，中途过到安哥拉自加油，了后才伫咧昨下晡来到台北上山机场。别人真好奇讲，伊敢是伫咧德州就有重要的拜访行程，伊敢有法度搁再掀起一波 AI 的热潮，嘛备受关注。毕竟今仔日 AI 的概念股包括英业达、新达、和硕、金宝、宏基甲金宝，拢伫咧涨停了后，雄雄出现变卦。AI 敢有法度延续流行，搁需要继续观察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